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咱台湾出现着100年以来的大家旱。先来看这个南投的日月潭，讲这个水位是为盘古开天以来唔捌遮尔啊低过，尤其是大竹湖进水口迄一大片，这个湖底是看现，是大甲闭开过来发草啊，变成一大片的大草坡。这款的景象是声真侪民众去翕相，嘛将做另外一种大旱的景点。 看看大草原的草，柔软鲜嫩。远看草坡啊，规个青片片，所在目真宽，边啊有冷气树花，冒细只船啊，遮真水画面，成真侪民众来遮翕相。吸引一波接一波的游客。 这毋是啥物新景点，是南投日月潭的大竹湖进水口，因为伤久无落雨欠水，烂头总打起闭开，日头晒久啊，就发真侪草啊，嘛正做一个特别的风景区。太可怕了，带小朋友来看，因为主要是教育他如何为什么要去节水，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明白跟想象，那他看到这个，他回去才会比较落实。 家长趁这个机会来教育囡仔，嘛真侪少年仔特别来遮翕相。个原住民圣地拉鲁岛伫咧日月潭中，本来叫乌水围起来，所以因为水位降落来，适合围仔的草啊，嘛含倒树连做伙。日月潭即马变甲真水，煞是因为靠旱造成的。整个水库欠水率无90%的，拢集中伫咧中部。苗栗永和山水库7%，李鱼潭水库8.4%，台中竹崎水库4.2%。那目前是维持现在的公五停二的这个情形。那我们也会在中部地区增加比较多元的水源啦包括海淡水，还有包括我们会在相关的建筑工地的水源多加利用。中部即马欠水真严重，除了祈求天公伯啊紧就好，民众嘛较欠咧用水咧，才有希望度过半世纪以来大可旱。